要有人嘅地方就會有衝突。就算喺虛擬世界，都有機會出現各種各樣嘅糾紛。怪人，等埋，因為我哋就係紅綠燈三寶。睇下我哋嘅關係儲值卡增值緊啊！幫我讀一啲好事件出嚟啊！聆聽同重視對方講嘅說話。報告任務完成，做得好。今次就用咗呢個爆機 with me 係啦，打機嘅世界都可以運用咗調解技巧落去咯。其實我本身好中意表達自己，亦都好中意分享一啲嘅事啦，所以我就諗住喺呢個 drama class 嗰度講下嘢，認識嗰啲朋友咯。呢個活動好好玩啦，而且可以俾我哋學到好多唔同嘅調解嘅知識啦，例如可以點樣令大家冷靜咗先再傾，唔會淨係喺度鬧人。所以就會可以透過呢個嘅調解特工隊所傳授俾我哋嘅知識，去增強呢個彼此嘅信任同埋關注。大家都可以嗰一刻就冷靜下先，跟住先再去慢慢溝通咯。我覺得咧，佢比以前冇咁怕醜啦，同埋我覺得喺個劇入邊咧，令佢增強咗自己嘅自信咯。唔同嘅小朋友咧都有唔同嘅特質嘅，咁有上年嘅小演員都落咗嚟玩咁樣，每一個人個性都好突出。上年有啲演員又係留翻落嚟啦，咁我就會覺得好有趣喎。家福會呢個演出又可以令到一班小朋友佢覺得喂，每年我都有機會喺度演出咧，咁佢可能係有啲得着嘅，係一個好珍貴嘅經驗。香港家庭福利會一直努力推動調解教育，希望社會大眾透過認識調解，能夠用和平理智嘅態度同埋方法去處理人際關係嘅衝突。20多年嚟，我哋不斷開創唔同嘅項目，使調解更加容易被明白同埋應用。好似調解教育互動劇場，就係我哋呢2年嘅新嘗試。無論乜嘢年齡嘅觀眾都可以透過劇場體驗調解點樣化解衝突，同埋認識調解法寶嘅威力。